乡下苗路书店案件，苗栗市亚家太平书店连连杀关门呢。过后看书嘅皮腔红头家冯维富想讲，睇苗栗前无奈好卖书，又唔想睇苗路好卖。半年前伊脱体自家开书店，朋友讲伊不点的咩，也加提超市。出版商咩无嘛讲卖笔，讲伊做冇半年又输起来嘅。虽然大家冇一定唔反对嘅，伊还系佢坚持。 睇自家嘅皮腔紅流動，實現開書店嘅夢想。人來人去嘅苗栗市公豐路巷，半年前開業一間書店，韓國個好大嘅就開庭記錄，外線行業並不飽滿，行李箱卡邦嘅也到一流嘅皮腔紅。 那行业都你认为输掉是很大胆，因为很多客人跟我反映说，他们都不好意思走进来。我说你为什么不好意思？他说感觉上有压力。我说我尽量劝他，就是说不要有压力。我的空间你就上来看，没有人会干扰你，你就自由自在在那边看书，你觉得可以就買，你覺得不可以，沒有符合你需要，沒有買沒關係。 苗路書店興空起來過後，苗栗市有幾下坎個大嘅書店，陸陸續續嘅書空起來嘅，研究書空起來嘅，伊還來開書店，大家就感覺過去。頭家馮維富講，實在係因為睇苗栗市尋唔到賣書嘅素材，佢艱苦種出自家來開。很單純的理念就是最重要的一個，就是說我沒有地方可以買書了。 我没有办法接受網絡上的書，我沒有看到內容，我不知道作者寫得好不好。加上我是對這方面很挑剔的人，所以我沒辦法接受，只能到最後這樣做我自己來重操舊業，我再來開一家書店。因為睇安尼都市巷，尤其更加大部分係天路苗路嘅時代，對好習慣一種資本壓土嘅人來講。 也係輕鬆有一件事情，尤其更加實體書店嘅經營唔係咁容易所以呢，我感覺係有人願意開呢一啲實體嘅書店，我感覺對好看書嘅人來講係輕鬆有一件事情。64歲嘅馮維富30年前對台北回到家鄉嘅家鄉苗栗市來做生意，佢好看書嘅佢22年前未識開過書店。 我開冇經驗就到點咩？睇睇環境見來見我嘅亞世界，以按好答又在個利用自家皮件行流等閒閒嘅比數來開書店，完成自家想嘅改叫嘅夢想。這個閒置的空間，在一個我經營者的話，我可以把它當作這個地方不用付租金。那我個人喜歡這個行業，所以我不算我的成本，所以我可以。 大概我才敢這樣來做，這是很現實面我講的現實跟理念衝突的時候，現實會掩蓋過理念嘛，理念會放在你的心裡蟄伏一段時間，那這段時間是長跟久而已。屯理想變做設計行通，馮維富開書店，做得講家位子親戚朋友一塊就反對。我太太跟我講一句話嘛，愛書的人不見得也要開書店的。 總是怕，就是說，當做不起來的時候怎麼辦？你花了這麼大的成本下去，怎麼辦？所以他是極力反對。我所謂的極力反對是非常極力的反對。那我的孩子是不好表態啦，畢竟是父親嘛，所以他們也是一直問我說：“你真的要開嗎？” 我會跳過，那我要的我會留下來，不要的我就直接可能就會退還給他了。同樣的一個理由的一個景點，太多書介紹它了，那我們就挑，我個人認為就是比較好一點的，那個留下來，很多就把它退掉了。馮維富仍舊冇愛搭拼人，仍舊係愛開書店。 也書店嘅書差唔多有5000本，書價就5000標萬。伊講小小生意，而唔會想更加囤書標萬，分分嚟來，總有一日會打造出以情感調度一等理想嘅書店。
我心目中的书店是这个样子，有一点像国外那种文艺沙龙啊，那种沙龙。那我们可能能力没有办法像他们做到那么好，但是有那种小型书店那一种样子，啊，会激起一些这种同好的朋友来这边聊聊天，谈古论今嘛。書店能開幕已久，唔係幾多年啲，人客也唔多。做一個頭家，照理來講應該會少能錯。馮維富3個樂觀嚟講，只要看到書，伊就冇乜嘅好煩惱。我只要看到這些書在這邊，我就很快樂啊！啊，可以忘掉所有一些煩惱。真的，有時候打烊之後，我會在這邊，燈開着，我在這邊讀我的書，這樣啊，常常這個樣子，蠻快樂的。所以也不單止係日本人嘅書房啦，我相信對我哋好看書嘅人嚟講，嘛係一個親好嘅可以去自家享受一種看書嘅一個好地方。嗰多年因為也下開書店，生意較難做，再唔生錢較難落實。做生意作為30年嘅馮維富唔係唔了解，伊用開皮件行賺到嘅錢來搭書店為了嘅錢。伊講愛開一間書店，愛完成伊嘅夢想，唔好下馬改掉算盤。